黑白雲石啦，爵士白雲石我哋用到好悶啦，我哋會試下用唔同嘅石材啦，好多人好中意嘅指紋雲石，有好多窿窿好似芝士咁嘅洞石，甚至係晶瑩剔透嘅玉石，呢啲都係我哋設計師依家會傾向揀嘅物料。我要補充一句嘅就係，如果你想揀呢啲石材產品嘅時候，最好揀翻一啲有翻咁上下重量嘅產品，有翻咁上下厚度嘅石材呢，我唔建議揀啲太過薄弱嘅台面。記唔記得10幾年前呢，好興一塊薄雲石，然之後下邊配個金屬架，嗰啲款呢，依家應該開始慢慢過時啦。當年呢，玩嘅技術就係，我可以切到一塊咁薄嘅雲石喎。但係未來嘅趨勢呢，就係我哋要玩形狀啦，玩視覺重量啦，甚至呢係俾人覺得，哇！你用咁大嚿石材去雕一件家私出嚟，真係好奢侈，要俾人感覺到你好有錢，有種奢華感。